大 A 嘅呢波行情，你真係以為上邊啲老細大發慈悲派錢俾你用？冇經歷過股災嘅韭菜唔係一條好韭菜。我簡單總結一下我自己嘅個人睇法：股市每隔10年8年呢，會有一波大行情去氹啲新嘅韭菜入靚。對上一次係響2015年嗰波牛市大行情，但係同上次唔同嘅係，響2015年嘅時候，樓市並冇爆煲。大家仲係馬照跑，舞照跳，有工作有收入，哪怕最後爆煲之後，都唔會影響到你嘅正常生活，蝕咗就當交學費。而今次嘅牛市行情，時間節點設計得非常之恰到好處，響正國慶假期嘅前一個禮拜，從9月24號開始，連續5個交易日急升咗600點。呢一波普漲行情，完全唔需要有任何嘅業績支撐，完全唔需要睇報表睇數據，毫無技術含量，千股漲停，垃圾股都拉到漲停板。暴升嘅結局必然就係暴跌。雪崩之前冇任何一片雪花係無辜嘅。當你發現連菜市場嘅大媽都喺度討論股市嘅時候，你就應該洗手離場。既然可以人為操縱佢暴力拉升，反之，亦都可以操縱佢雪崩式暴跌。你一日未離場，你能夠睇到嘅只係一個數字，短暫嘅刺激快樂，只係為咗令你有個愉快嘅國慶假期，等你開心放心去消費。8號返嚟之後，肯定仲有一波小漲行情，跟住就會出現板塊分化，到後期就會越嚟越難炒。若果你仲喺度磨爛蓆，抱住啲不切實際嘅幻想，以為莊家會大發慈悲派錢俾你哋使，咁你就真係盧海鵬試咪啊！其實呢一波行情，你可以理解成係老股民滿血復活平倉出貨嘅福利，俾粒後悔藥俾你食。咁係因為佢哋之前已經蝕得太多啦，太淒慘啦。但係唔排除有啲人會好咗傷疤忘記咗痛。若果你真係以為係一次俾你入市揾錢嘅機會，咁你必然會為你嘅認知付出沉重代價。響呢個遊戲入邊存在一個嚴重嘅信息不對稱。首先，你嘅底牌已經全部俾莊家睇到，場外有幾多籌碼，股盤去到幾大，莊家一清二楚。派張咩牌俾你，完全取決於你落幾多籌碼，而你仲喺度懵下懵下。同以往股災唔一樣，依家啲生意難做，實體經濟一片慘淡，股市就成為咗唯一能夠賺錢嘅渠道，令你產生呢一種幻覺，純屬就係過眼雲煙。呢鋪若果你夠膽瞓身衝入去，咁就真係臨老啊割包皮，揾鳩嚟搞，分分鐘連啲谷種都食鳩埋。我奉勸你一句：10賭就9輸，輸錢就皆因贏錢起。賭王何鴻燊都曾經講過，唔怕你贏，就怕你唔嚟。有錢嘅人，你只要唔亂搞，你永遠都係有錢人。呢條片你記得發俾啲60、70嗰批人，我要重點提醒你，因為你已經冇能力再去創造收入，只能夠食谷種食到老，而你嘅試錯成本又太高，唔好捉蟲入屎忽，臨老就入花叢。最後我贈你3000萬，千萬不要炒股，千萬不要買樓，千萬不要投資創業。記住我呢個保命法則：3000萬，方可安享晚年。我打了搞個來，你們還沒迷信？